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我们的育婴嫂今天到期了，这几个月用下来，我觉得阿姨非常的好，所以今天去机构我们再签半年。我发现带小孩最折磨人的就是晚上要起夜，只要他可以一觉到天亮，我们就不用请阿姨了。上次还是签阿姨的时候来的这里，一晃小半年过去了。客户满意最重要，阿姨有很多，好的也有很多，就看缘分了。那我们董老师给我们上课了，来。这些阿姨都是学员吗？对，就还在培训是吧？对，是的。在这个社会上，只要你能吃苦，都是可以赚到钱的。现在月嫂的平均工资都在12000左右。听他们说，要做这类阿姨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生过小孩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过妈妈，那你很难帮别人带好小孩。王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像陈阿姨在你们这里是培训了多久才能出来带宝宝的？一般情况下，理论实操要半个月左右。觉得半个月，阿姨必须要持证上岗，达到我们的要求才能去上岗的。像现在月嫂、育婴嫂确实很吃香，外面也很缺，很多家庭生了小孩会有矛盾，小夫妻平时没时间带，父母又不能长期带，带了晚上要吃不消的。那么这种时候请个阿姨就蛮好的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，有时候比亲情更牢靠。我敢说实话，也不怕大家喷我。像小孩子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吃奶，你如果丢给长辈带，他们带个7、8个晚上，马上吃不消，就会闹脾气，就不肯带了。但是如果你请个阿姨带，你相当于是给她一份工作，她会帮你把宝宝看好，还会感谢你付给她工资。